咱先来看，咱台湾U12个小棒队，即马等于甲南韩拼冠军哦。目前已经拍到第4局，比数咱是5-0领先。台湾队5马当争取2连霸。咱来看现场的比赛。快慢搭配，顶多就外角的高跟低而已。而且在第2轮，就是整这一轮哦，朴善宏面对到的打者里面，其实也不是没有被击出安打的，这是一个自打球。但是台湾的选手就是不一样哦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，我先跑，先冲再说。这球，即便这球很明显落地以后打到身上，先跑再说。 两当一届U12亚洲小棒锦标赛哦，咱台湾进前对中国是以16-0提早4局就结束比赛，将对阵日本是以1-0赢球。今仔对阵南韩要拼冠军哦。今仔是咱台湾队成功头一局，因为对方失误，咱靠连续安打就已经摕到5分。目前嘛拍到第4局，比数是5-0，咱台湾队继续领先哦。咱嘛个继续来帮台湾队加油。